国民党甲民众党今仔日是做伙举办环境记者会，针对年底的选战，这个合作是进入第一阶段。那边是提出三大方向，重视民生、联合治理、务实践行，也希望用合作来代替对抗。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的话声讲希望坚定合作来完成2028政党轮替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强调讲，这无牵涉宽慰的高嘛。秋第一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则是共同举办共同环境记者会。那边两党主席陈立文、黄国昌亲自出席，提出三大方向，正是民生、联合治理甲务实践行，希望用合作代替对抗，包括个人照顾、居住正义、环境等领域。也希望这是民众党跟国民党能够非常坚定的，一直完成到2028政党轮替，立法的层次要进一步迈向地方政府联合治理的理念，不仅仅是选举的合作，这更不涉及权威的交换。那被发出要为地方政府开始推动联合治理，年底选战唔那被合作进入第一阶段，南亚内部也启动布局。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专业青年也活动，汇集800几套的现任市长也是参选人，分享跨越合作经验。红灯调到的新北选战的李树川也讲到伊的市政环境，让年轻人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科技本身上面，在 AI 上面都可以往后你们有很好的发展。工厂出席的台北市长周万安甲唐市长刘宪正拢画出期待未来，会当有机会甲李树川进行城市合作。不过黄国昌也有意争取新北市长补助，那边后一个阶段要安怎整合，强推县市长竞选相关机制也有待协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